老早我是小手哥哥，今日要谈大家讲的故事是一本参加了鸟仔甲碰鼠。我摕这本出来意思就是，我嘛是共款有写沙拍的字仔，同大家分享。咱今日故事的主角，除了册名，迄个参加了飞鸟甲碰触，重点当然就是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就叫做欧宝乐老师。你莫看伊，这个名感觉是华人，毋是吼，伊是本名叫做，等下我看一个小抄吼 ，Paul Stephen Alexander， 伊是美国人，伊是来台湾宣教的一个宣教师，毋过。同我个家己印象中的宣教师较无共的是，一般我知影的做就是孤身一人，去到伊故乡做远所在无共的国家去宣教安尼。毋过欧保罗伊是规家伙仔，因本人、因某、甲因后生、因查囝，规家伙仔拢来台湾，伫规个家庭住伫台湾安尼，所以嘛是一个真特殊的故事安尼。住伫啥所在咧？拄则歌仔内底有讲着吼，就是大学教课，住伫学校。伫咧台中的东海大学，等下故事内底嘛会出现一间真水的迄个教会。好，一个是伊规家伙仔的小因兜的客厅、因兜的饭厅是亲像阮兜的客厅，做一个人客，咱伫遐即开讲啊、上课啊、讨论代志亲像社区后人东西共款，所以这欧保罗老师伫台湾留落来做一个故事，同大家分享。